姊妹，我哋都感恩上主招聚我哋喺佢面前，以佢坐一會。我哋留意下自己嘅呼吸，慢慢呼，呼到盡晒，然後吸，慢慢呼，呼到盡晒，然後慢慢吸。然後我哋掃描下自己嘅身體，我哋感覺下我哋嘅額頭而家好放鬆。如果你覺得有啲緊，你可以輕輕咁樣用隻手喐下你個額頭，覺得個面好放鬆。如果你覺得緊，你都可以慢慢咁樣喐下塊面。然後我哋放鬆下我哋條頸，我哋向前條頸，然後翻去中間，條頸向後翻去中間，條頸向左翻中間，向右翻中間。我哋輕輕眯埋眼，跟住我嘅指示做向左、向右翻中間、向前、向後。你感覺你條頸而家開始鬆弛，然後我哋放鬆下我哋嘅膊頭，我哋將個膊頭往上推到耳仔，然後放落嚟。你感覺到自己有個收緊放鬆嘅感覺，將個膊頭推到耳仔，然後放落嚟。然後你感覺下你個膊頭而家越嚟越放鬆，你感覺下你個手臂、手腕，包括你啲手指都好放鬆。如果你覺得啲關節有啲緊，你都可以輕輕喐下啲手指，感覺下自己好放鬆。然後你掃描下你條脊骨，你覺得你而家咧條脊骨好直喎，坐喺張好舒服嘅凳上邊，你嘅背脊亦都好放鬆。如果你覺得背脊有啲緊，你可以輕輕向後擠壓下，挺胸擠壓下個背肌，然後放鬆。咁你感覺到咧，你個背脊越嚟越放鬆。然後你掃描下你自己個大腿、小腿，包括啲關節，輕輕咁樣掃描下，感覺到你大腿、小腿，包括你啲腳趾，你都覺得而家好放鬆。你感覺而家成個人都開始鬆落嚟，坐喺張好舒服嘅凳上邊。我哋再一次翻去我哋嘅呼吸，慢慢呼，慢慢吸，慢慢呼，慢慢吸。你感覺下你個肺而家好放鬆，喺度呼吸緊。你亦都感覺下你個胃好放鬆，喺度運作緊。你啲腸亦都好放鬆，喺度運作緊。你感覺下你嘅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腎，你所有嘅內臟而家都好放鬆，喺度運作緊。你嘅肝好放鬆，你嘅腎都好放鬆。你感覺下你嘅心臟而家好有節奏嘅，將一啲新鮮嘅血液透過你好放鬆嘅血管帶到身體唔同嘅位置。當新鮮嘅血管去到你嘅腦部，佢燃點你腦部嘅光，修復咗啲唔好嘅細胞。新鮮嘅血液去到身體唔同嘅位置，佢都喺嗰度燃點新鮮嘅光亮，修復啲壞嘅細胞。你感覺到自己成個人慢慢靜落嚟，同埋定落嚟。而家我哋邀請深一嘅上主嚟到我哋嘅中間，我哋預備我哋自己嘅心，我哋打開我哋屬靈嘅耳朵、心靈嘅眼睛，嚟到預備聆聽深一嘅上主，要藉着佢嘅聖言，佢嘅聖經向我哋嘅心說話。深愛嘅上主，感謝你招聚我哋，再一次嚟到你跟前，與你坐一會。願深愛嘅聖主開啟我哋心靈嘅眼睛，讓我哋明白你更多。祈禱奉耶穌名，阿門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要誦讀嘅聖經會記載喺羅馬書嘅第8章
9至到17節，我會慢慢咁樣讀一次。請你咧聽下喺呢個經文入邊有冇啲咩句子咧，佢係可以吸引你嘅，或者一啲詞語吸引你。你唔需要好刻意、好緊張要記晒我所讀嘅嘢，你只係留意吸引你嗰幾個字就可以㗎啦。羅馬書第8章9至到17節。如果上帝嘅靈住喺你們裡面，你們就不屬肉體，而是屬聖靈了。人若沒有基督嘅靈，就不是屬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們裡邊，身體就因罪而死，靈卻因義而活。然而，使耶穌從死人中復活的上帝嘅靈，若住在你們裡邊，那使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，也必藉着住在你們裡邊的聖靈，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。弟兄們，這樣看來，我們不是欠肉體的債，去順從肉體而活。你們若順從肉體活着，必定會死；若靠着聖靈把身體的惡行處死，就必存活。因為凡被上帝的靈引導的，都是上帝的兒子。你們所領受的，不是奴僕的靈，仍舊害怕；所領受的是兒子的名分的靈。因此，我們呼叫阿爸父。聖靈自己與我們的靈一同見證，我們是上帝的兒女。若是兒女，就是孝子，是上帝的孝子，與基督同作孝子。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，就是要我們和他一同得榮耀。這是上主嘅道。弟兄姊妹，喺剛才我誦讀嘅聖經入邊，喺呢一刻唔知有冇咩句子留喺你嘅腦入邊，佢觸動你嘅心靈，佢引發你一啲感受。如果有嘅話，留意下自己有咩感受浮現咗出嚟。今次呢，我哋會再讀一次。今次我邀請大家，我讀嘅時候，你跟住我讀。我讀一句，你讀一句。讀嘅時候，同樣都係要聆聽下，聆聽下自己所讀嘅，有冇咩感動你、觸動你心靈嘅句子。羅馬書8章9至17節。如果上帝的靈住在你們裡面，如果上帝的靈住在你們裡面，你們就不屬肉體，你們就不屬肉體，而是屬聖靈了。而是屬聖靈了。人若沒有基督的靈，人若沒有基督的靈，就不是屬基督的。就不是屬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們裡面，基督若在你們裡面，身體就會因罪而死，身體就會因罪而死，靈卻因義而活。靈卻因義而活。然而，然而，使耶穌從死人中復活的上帝，使耶穌從死人中復活的上帝，他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邊，他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面，那使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，那使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，也必藉着在你們裡邊的聖靈，也必藉着在你們裡面的聖靈，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。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。弟兄們，這樣看來，我們不是欠肉體的債，我們不是欠肉體的債，去順從肉體而活。去順從肉體而活。我們若順從肉體活着，
我們若順從肉體活着，必定會死。必定會死。若靠着聖靈，若靠着聖靈，把身體的惡行處死，把身體的惡行處死，就必存活。就必存活。因為凡被聖靈引導的，因為凡被聖靈引導的，都是上帝的兒子。都是上帝的兒子。你們所領受的，你們所領受的，不是奴僕的靈，不是奴僕的靈，仍舊害怕；仍舊害怕。所領受的，所領受的，是兒子的名分，是兒子的名分，是兒子名分的靈。是兒子名分的靈。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。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。聖靈自己以我們聖靈自己與我們的靈一同見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，的靈一同見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。若是兒女，若是兒女，就是後嗣，就是後嗣，是上帝的後嗣，是上帝的後嗣，和基督同作後嗣。和基督同作後嗣。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，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，就是要我們和他一同得榮耀。就是要我們和他一同得榮耀。弟兄姊妹，喺剛才我哋一齊誦讀嘅經文入邊，呢一刻有冇啲咩景象句子？可能得幾個字或者成句，或者一個意念喺你個腦入邊，喺你個心入邊浮現出嚟，佢讓你諗起啲咩呢？佢引發你啲咩感受？留意下自己嘅感受。如果你有一啲感受，你亦都可以試下將佢帶到耶穌嘅面前，同耶穌分享下，喺呢個心入邊同耶穌講下，你聽到保羅嘅教導，上帝嘅靈住喺我哋裏邊，我哋就唔再屬肉體，我哋係屬聖靈嘅，係屬基督嘅。有咩感受呢？試下將你嘅感受話俾耶穌聽。保羅話：如果我哋順從肉體活着，我哋必定會死。但係如果我哋依靠聖靈去將身體嘅惡行處死，我哋就會存活。你聽到保羅咁樣講，你內心有冇咩感受？我試下將你嘅感受帶到耶穌面前，同佢分享下。保羅話：如果我哋同基督一同受苦，我哋會同佢一同得榮耀。當你聽到保羅咁樣講，佢引發起你咩感受？試下將你嘅感受帶到耶穌面前，同佢分享下。跟住落嚟，我會慢慢再讀一次。我讀嘅時候，你留心聽下，有冇咩經文去引發起對你有咩提醒，引發起你一啲感受？如果上帝嘅靈住在你們裏邊，你們就不屬肉體，而是屬聖靈了。人若沒有基督嘅靈，就
就不是屬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們裡面，身體就因罪而死，靈卻因義而活。然而，耶穌從死人中復活的上帝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面，那使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，也必藉着住在你們裡面的聖靈，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。弟兄們，這樣看來，我們不是欠肉體的祭去順從肉體而活。你們若順從肉體活着，必定會死；若靠着聖靈，把身體的惡行處死，就必存活。因為凡被上帝的靈引導的，都是上帝的兒子。你們所領受的不是奴僕的靈，仍舊害怕；所領受的是兒子的名分的靈。因此，我們呼叫阿爸父。聖靈自己與我們的靈一同見證，我們是上帝的兒女。若是兒女，就是孝子，是上帝的孝子，和基督同作孩子。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，就是我們和他一同得榮耀。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，就是要我們和他一同得榮耀。弟兄姊妹，喺剛才我在讀嘅時候，有冇咩經文佢再次嘅觸動你，佢引發起你咩感受？試下將你內心嘅感受帶到耶穌面前，同耶穌分享下，唔需要勉強要諗啲乜嘢，你只係將你嘅感覺喺心入邊同耶穌講。呢一刻你亦都留意下你內心一啲嘅感受。當我哋誦讀咗保羅俾我哋一啲嘅提醒，一啲嘅經文嘅時候，喺呢一刻，你聽完呢段經文，你嘅內心係有啲咩感覺嘅呢？係好興奮、好喜樂，因為經文俾你鼓勵，定係覺得好慚愧、好無助，因為經文俾你勸誡同埋提醒呢？唔需要勉強自己去諗啲乜嘢。只係試下接收喺你心靈發出嚟嘅信號，然後將呢啲感受同耶穌分享。喺你分享嘅時候，今次唔好淨係自己講，都俾少少時間睇下耶穌對你嘅分享，佢有冇咩回應。今次會俾長少少嘅時間，俾你自己同耶穌對話，同埋留意下耶穌對於你所分享嘅有冇咩回應？你都可以回顧下過去一週喺你生命當中所發生嘅事，可能喺頭先你安靜嘅時候，佢都浮現咗出嚟。你留意下，如果係一啲上帝俾你嘅恩典，可以感謝嘅，你帶到耶穌面前，多謝耶穌喺過去一週佢對你嘅恩典，佢俾你各樣美善嘅禮物。或者可能一啲係令你唔能夠感恩嘅，而家仍然好擔憂或者好憤怒嘅事情，你都可以帶到耶穌面前嚟到去同耶穌分享下你嘅憤怒，
你嘅憂慮、你嘅唔開心。同樣係都留意下耶穌對你嘅分享、你嘅感謝，佢有冇咩回應？或者耶穌聽到你唔開心、你嘅憤怒、你嘅憂傷，佢有冇咩回應？而家你哋都可以用少少嘅時間，多謝耶穌剛才嘅臨在，佢藉着佢嘅聖言向你嘅心説話。深愛嘅上主，我哋多謝你，因為你愛我哋。你藉着保羅再一次去提醒我哋，上帝定住喺我哋裏邊，我哋唔再係奴僕，我哋係你嘅兒子，所以我哋稱呼你做阿爸父。你嘅靈要引導我哋，使我哋必死嘅身體活過嚟，我哋感謝你。多謝主你嘅臨在，多謝主你嘅鼓勵，亦都多謝主你藉着你嘅靈更新我哋呢個敗壞嘅肉體，讓我哋因着聖靈嘅義，我哋嚟到成為你嘅孩子，可以喺世上見證你嘅美善，我哋感謝你，喺永恆可以與你同住，我哋感謝你。多謝主聽我哋嘅祈禱，奉耶穌基督名祈禱，阿門。弟兄姊妹，我哋一齊用耶穌教導我哋嘅禱文嚟到結束我哋嘅祈禱。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。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，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